咁今日嚟到咧就係一個傳媒日啦。咁啱啱咧我都同咗唔同嘅球星傾偈㗎啦，大家咧記得睇片啊！第一日嘅驚喜咧，當然就係奧巴馬總統感動到場啊！佢仲單挑咗明星賽嘅 MVP 做 Crown Jones，場面咧好有趣㗎。第二日焦點落喺勇奪三分賽冠軍新秀狀元 AC 弗身上，場邊仲有經常支持女子運動嘅影星 Jason Sudeikis、NBA 名宿亦都係芝加哥天空班主 Dwyane Wade，仲有 Brody 都有現身支持啊！第三日咧就係戲肉啦，終於嚟到芝加哥聯合中心。首先由藍隊隊長 A'ja Wilson 跳舞出場，跟住就係紅隊隊長 Stewie 英姿琳琳揮手進場。今屆 WNBA 全明星賽接近2萬人嘅入場人次，破咗聯盟紀錄㗎，仲要比 NBA 全明星賽入場人士多啊！半場表演仲有人氣歌姬 Tyler 喺觀眾席入場，氣氛超正。嚟緊仲有更多 WNBA 報道，大家記得睇我 IG 啦。